安尼小鬼哥就是你嘛要突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要突破啊。哎，所以你要演对一个。才有讲到一个燕窝嘛，对吧？燕窝。我燕窝。你不是讲应该他噻？你哪猜的？嘿啊！演看嘛，演看嘛，演二十来。是哦。兄弟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。囡仔唔知行合伊就安怎念？伊讲兄弟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。所以你若咧讲台语的人，你就知影讲什么时候应该合对，嘴巴闭起来，共心变成金。哎，来，咱请上来，兄弟若共心，乌头变成金。公司台语台，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准时看台语歌上阵。